Hello，各位朋友，又有早市啊！咁啱啱嘉應高升啊贏完啦，我都有幸撲到個牌入到馬場嘅。咁不如睇翻咧嘉應高升喺在場嗰啲片段先啦。咁呢個嘉應高升咧，其實開頭咧就已經行咗一個圈咧，就已經要兩個人拉㗎啦。咁拉完之後咧，臨出馬之前咧，亦都有儀仗馬傍住佢，證明呢隻馬咧都可能對個陌生場地咧有啲緊張嘅。不過最後都贏咗啦，贏咗就自然高興啦。咁但係其實派彩上咧，雖然係 Well Pool 匯合彩池，咁但係其實咧澳洲方面咧都有呢個定位賠率嘅。咁佢最後嘅定位賠率咧就係兩倍，咁所以咧見到有兩倍呢啲咁嘅賠率咧，香港都唔知成好耐未見過，咁所以都要支持下嘅。咁最後啊，潘頓咧就捧完杯又翻嚟咧接受嗰啲傳媒訪問啊。啱啱就喺個通道嗰度影到佢啊，佢都有在場咧同澳洲當地嗰啲馬迷歡呼嘅。嚟到最後一關嘅沙田日賽啊，10月19日，咁精選場合咧揀咗第四場嘅四班1400米嘅。首選咧係揀1號馬時尚歡欣，不如睇翻佢上次咧喺同班同程賽事嘅表現先啦。時尚歡欣呢一場係10月4日，都係四班1400米賽事，係第一次轉頭鄭俊偉馬房上陣嘅。咁一起步咧，其實最快一隻彈出嚟就係時尚歡欣嘅喺外檔，咁但係入邊都有啲馬頂住佢，而家中間攝上嚟咧就有隻標之多多啦，咁入邊咧都仲有啲可期而遇嗰啲馬，咁而家時尚歡欣咧留翻落去第五位度，但係一路咧就俾外邊嗰隻馬埋嚟咧，而家變咗佢反而喺第三疊嗰個流道有少少望空彈下彈下咁嘅，咁而家前邊嘅標之多多都係快放咗出嚟噶，時尚歡欣咧一路都係喺第三疊嘅第五位度，咁然之後咧，後面嗰啲馬咧，仲有啲大千紅心啊，嗰啲馬一路跟住佢嘅。咁而家嘅時尚歡欣咧，其實都仲係冇遮擋，一路喺外檔嗰度，反而咧貼欄嗰個第三位紫色衫嘅龍城強將呢一場有好位啦，喺中間嗰度已經喘咗出嚟，一路拍住嗰隻標之多多嘅。咁而家入到直路啊，嗰隻標之多多再領先少少，龍城強將呢度啊，差啲冇位出，但係叫兩下咧已經望空咗噶。反而時尚歡欣呢，呢一場又好似好定咁，入到300米咧，都仲未大力推騎嘅。咁而家前面嘅標之多多打兩邊，仲有一個馬位優勢，但係龍城強將兩步就比較勁啲，已經過咗去噶。時尚歡欣呢幾步個勢都幾好啊，但係打落去咧，可能就一早望空咗翻嚟咧，最後只係跑翻去第四嘅。咁呢個時尚歡欣咧，上一次係第一次轉去鄭俊偉馬房嗰個初出嘅。咁跑第四咧，其實沿途嗰個際遇咧都唔算太好啊，因為一路都係望空，翻嚟入直路咧，雖然係全面性機會係贏馬或者係上名，最後跑第四，但係睇翻呢隻馬咧，其實係熱身後第二仗嘅表現係最好嘅。第一季同埋前季咧都係熱身一仗之後贏馬，咁上季就比較演出低沉啲，亦都減夠分落咗嚟四班又可以再贏。咁今次又喺四班嗰度跑翻去1400米嘅路程咧，而且排翻個內檔起步，比上次嘅形勢一定好好多嘅。而且預計今場咧都有啲快馬，咁佢又可以有遮擋之下守住好位，應該可以贏馬交代嘅。咁次選方面咧，如果你講話搏 win 啦，我就寧願搏一對上季都已經喺四班贏過馬嘅，就係呢個3號嘅精算激流同埋4號嘅戀愛狂。咁呢兩隻馬都係今季出過賽嘅，咁比較好啲表現嘅精算激流咧，首先就跑第三，然之後上一場都跑第四嘅。咁蔡約翰嗰啲馬都係越跑越好㗎啦，咁所以今次雖然排咗外檔起步，但係佢早段望空咧，可能跟得比較前啲嘅位置咧，反而比較主動嘅。咁至於嗰隻戀愛狂咧，上年贏完馬之後，其實部署咧都係幾放緩下嘅。咁所以一直咧都喺翻四班嗰個水平徘徊啦。咁今季初出咧，如果你睇名次就真係全無走勢嘅，全部都係雙位數。咁但係睇翻佢整場賽事嘅片段咧，其實都係一路縮咗喺貼欄位置，冇乜點望空過嘅。咁今次又換咗個布文上陣咧，可
可以咧同翻上次騎佢嘅周俊樂嘅坐騎時尚歡欣咧有一番惡鬥。咁至於三甲比較穩陣，但係又難贏啲，我就會覺得係嗰隻風神啦。咁呢隻馬始終都係跨季連續4場上名㗎啦，咁演出係準成啊，但係始終跑法都係被動啲啊。除非有啲好快嘅步速幫助咧，佢就有機會爭勝，否則咧就以三甲一直係比較穩陣嘅。10月19日，我哋精選提供係介紹第4場，順序係1號嘅時尚歡欣、3號嘅精算激流、4號嘅戀愛狂同埋8號嘅風神。咁至於三寶場合咧，由於介紹第4場精選關係咧，都係介紹手口啊。頭關咧就係第3場嘅4班1800米，我係揀2匹嘅，包括就係呢個8號嘅密密送同埋呢個13號嘅雙贏。咁呢個密密送咧，其實睇血統咧，一定係長途馬嚟嘅，但係上季咧都可以喺1400米同埋1650米比較短啲嘅路程咧都上到名，證明呢隻馬嗰個質素咧都唔會太差嘅。今季熱身咗一仗之後咧，即刻真情跑過1800米，以佢上季都係熱身之後嗰場上名計咧，今次咧都應該係出擊嘅先兆嘅。咁至於嗰隻13號嘅雙贏咧，其實你睇翻上次嗰條片都知道佢際遇有幾差㗎。最後咧都係輸俾今次換咗潘頓騎嗰隻爆出美麗少少跑翻第3嘅。咁今次又換咗人排位又好啲咧，應該都係交代嘅時候㗎啦。咁至於次關頭先講過第4場4班1400米係揀3匹嘅，包括1號嘅時尚歡欣、3號嘅精算激流同埋4號嘅戀愛狂。至於尾關啊，就係第5場都係4班1400米賽事係揀2匹嘅，包括係呢個6號嘅如蝶翩翩同埋9號嘅天蓬貓。咁嘅如蝶翩翩啦，上季初出其實都係已經揀1400米路程上陣，而且都幾有飛嘅。咁但係上季2次都上唔到名咧，今季初出再跑1400米咧就有雙位數嘅賠率，結果就後上跑翻去第2啦，證明呢隻馬開頭咁多人睇好佢咧，都唔係話質素好差。咁今次咧就排翻一檔起步，早段可能會太過落後底下咧，入直路咧有權後上爭勝。咁另外一隻後上馬就係9號嘅天蓬貓啊，上季3場上陣咧，其實喺末段都追翻啲失地啊！咁今季其實備戰都幾早下嘅，啲試集嘅走勢咧亦都幾起眼，咁可能已經係進步嘅先兆。咁所以今次咧有啲贏過嘅馬孭下飛咧，都可以一出即刻留意㗎啦。咁今次10月19日嘅三寶提供係介紹手口嘅，都係12注。頭關喺呢個第3場係揀8號嘅密密送同埋13號嘅雙贏。次關第4場就係揀呢個1號嘅時尚歡欣、3號嘅精算激流同埋4號嘅戀愛狂。尾關咧就係呢個第5場就揀6號嘅如蝶翩翩同埋9號嘅天蓬貓。